上一集我哋分享過咧，解離係因為唔想面對一啲唔開心啦，甚至帶嚟創傷嘅經歷啦。今集同樣都有個個案分享嘅，呢個個案咧可能比上一集嗰個咧更加複雜添啊！咁啊，大家會聽到一啲咧，哇，即係都幾專業嘅名詞嚟嘅，聽落好似好複雜啊！我開頭都係咁諗嘅，即係睇到我頭都大埋嘅。咁但係放心，即係我哋又唔係要做心理學家啦，又唔係做啲專家啦，更加唔需要考試嘅。咁啊，有啲嘢咧，我哋不妨簡化佢啦，即係唔使太過複雜嘅。其實個影響咧都唔算太大噶。上集我哋分享過咧，精神科醫生沙可嘅一啲嘅成就啦。咁沙可之後到邊一位呢？就係到楊內啦。楊內佢本身咧係攻讀哲學嘅，咁啊成為咗教授之後咧，先至開始咧去轉攻心理學，咁啊繼而成為咗一位咧精神科嘅醫生，令到楊內確立到解離現象嘅心理學理論同埋方法咧，係多得一位嘅精神病患者嘅。咁當時咧，佢就喺一間精神病嘅學院度做研究啦。嗰陣時有一位19歲嘅女仔阿瑪麗啊，就俾人帶到嚟精神病院啦。咁診斷為咧係患有嚴重嘅精神病，而且咧係判斷咧係冇可能會好返㗎啦。瑪麗嘅症狀幾時會發呢？就係佢嘅生理期，即是佢嘅親戚嚟探佢嗰段期間呢，就會出現嘅啦。出現啲咩症狀呢？痙攣啦，意識混亂啦，有時咧仲會係驚到咧不停大嗌，哇，血啊血啊！咁啊，當佢嘅病情咧去到好嚴重嘅地步啦，甚至係會出現吐血嘅症狀添。咁但係每當佢嘅生理期一完呢，即係佢嘅親戚一走嘅時候咧，佢嘅症狀咧就會唔見晒㗎啦。咁啊，而且嗰段期間嘅所有記憶咧都會完全喪失嘅，之後又隨之而嚟咧，又有一啲嘅症狀啦，例如就係感覺到麻痹啦、手臂肌肉萎縮等等嘅症狀，左眼咧有陣時咧仲會失明添。當佢下一次嘅生理期又嚟嘅時候咧，頭先所提到嘅症狀咧，哇，又會好似輪迴一樣咧，再嚟多一次噶啦。面對呢一個咁嚴重啦、咁棘手嘅個案咧，楊內啊，竟然可以咧係唔需要用任何嘅藥物底下咧，神奇地咧係醫翻好佢。嗱，首先楊內就試圖了解下瑪麗啊，有呢一啲嘅症狀咧，第一次出現嘅時候，到底係咩情況底下嚟嘅咧？咁但係無論點問都好啦，阿瑪麗咧係完全記唔起嚟嘅。咁點算呢？於是楊內就對瑪麗咧用咗當時醫學治療嘅方法，就係催眠啦。咁啊，然之後就問瑪麗啦同樣嘅問題。喺催眠狀態裡面嘅瑪麗咧就講述翻佢第一次嚟生理期嘅時候啦，嗰種嘅恐慌啊，同埋之後發生過啲咩事呢？原來瑪麗一直覺得咧生理期咧係一件好可恥嘅事嚟嘅，於是乎就周圍問人啦，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呢個生理期咧唔再出現啊？咁後嚟佢打聽到一個偏方啦，就係將自己浸喺一桶咧冰水裡面啊。瑪麗會感覺到咧成身打冷震啦，咁啊意識咧就會開始有啲混亂噶啦。咁但係呢一種咁極端嘅方法咧，喂，真係 work 喎！瑪麗嘅生理期咧果然就停止咗啦。咁之後嗰5年咧係完全冇嚟過嘅。咁但係當瑪麗18歲嗰日咧，佢嘅生理期咧又再嚟過啦。咁啊，而且開始反覆咧出現咗之前所講嘅症狀啊。楊內就分析啦，瑪麗嘅症狀咧其實係佢第一次啊，即係生理期嚟嘅時候咧，嗰種心理混亂嘅症狀咧再一次出現。因為瑪麗咧係冇辦法擺脫呢一種嘅心理啊，所以先至會導致咧佢身上再次出現呢一種令人冇辦法解釋嘅症狀。其實長期以嚟咧一直折磨住瑪麗內心嘅咧，正正就係處於生理期時候嗰種嘅羞恥啦，同埋抵抗嘅心理啊。咁啊，而且咧，對於即係曾經咧用呢一個沖凍水涼啦去阻止生理期呢一種嘅行為咧，瑪麗覺得咧，咦，自己係咪做咗一啲即係乜嘢係冇辦法去彌補嘅事情咧？咁於是乎咧，楊內就用催眠呢個方法，就幫瑪麗咧喺催眠嘅狀態裡面，將呢一種嘅諗法咧就抹走咗佢啦。
原來呢一種嘅治療方法咧，咦真係 work 喎！瑪麗喺下一次生理期嚟嘅時候咧，就完全冇再出現意識混亂嘅情況啦。咁但係楊內覺得咧咁樣係唔夠㗎，佢決定咧要幫阿瑪麗完完全全恢復正常。於是楊內就繼續探索瑪麗身上其他嘅症狀啦。咁結果咧，楊內了解到點解瑪麗之所以一見到血咧就會覺得好驚啦，因為咧血令到佢聯想到咧之前發生過一件嘅意外啊。喺瑪麗16歲嘅時候咧，佢曾經親眼見到個婆婆咧跳樓自殺嘅。當時咧佢受到好大嘅衝擊啦，好大嘅打擊啦。於是乎咧，楊內同樣地啦，都用催眠嘅方法啦，喺瑪麗進入咗催眠狀態之後，就暗示話俾佢知咧，嗰個婆婆咧後嚟咧就救得翻啦，係冇死到嘅，亦都咁樣咧，瑪麗嘅恐懼症咧亦都完全消失咗啦。咁至於瑪麗左眼失明又點解呢？今次似乎咧就有啲棘手啦，比起上兩次咧係更加難搞嘅，因為事發嘅時間咧係更加遙遠啊！當時瑪麗咧仲係一個細路仔，楊內就通過催眠咧就將瑪麗帶翻去5歲嘅時候啦。5歲時候嘅瑪麗嘅左眼咧係冇事，正常睇到嘢嘅，即是話就係之後先發生啦。於是乎咧，瑪麗嘅腦海裡面咧就慢慢浮現咗咧，原來喺佢6歲時候發生咗一件事啊！嗰時瑪麗迫不得已咧，就同一位左邊面咧生滿晒膿瘡嘅女仔喺同一張床度瞓覺啦。奇怪嘅係咧，之後瑪麗嘅左邊面咧同樣地都生滿晒膿瘡啦。知道咁嘅情況底下，楊內又同樣地啦，喺佢催眠嘅狀態底下啦，就向瑪麗暗示其實嗰個女仔咧由頭到尾塊面都冇生過膿瘡嘅。就係咁樣，瑪麗嘅左眼嘅視力咧就回復正常啦。楊內咧用呢一種嘅治療方法咧，醫好咗好多嘅奇難雜症啊！佢就將呢一種嘅醫療方法咧俾咗個名佢，叫做心理分拆。好啦，以下嘅內容咧，尋晚我錄咗係超過1個鐘頭嘅，實在太複雜啦。最後我決定咧都係唔要重新再錄過，因為若果照樣同大家就咁樣分享嘅話咧，我相信好多人聽完之後應該打咗個問號，都唔知發生咩事。咁我再消化過一輪之後咧，就嘗試咧簡化去同大家分享下啦。嗱，剛才嘅個案咧，其實牽涉到咧2個理論嘅，第一個就係固執觀念，另一個就叫做固着。固執觀念就係由剛才提到嘅楊內提出嘅，佢認為人係會受到潛意識嘅固執觀念左右啊，即是話我哋會因為過去某啲開心啦、唔開心嘅經歷啊，甚至創傷咧等等嘅刺激下，就形成咗固執觀念啦，就會不其然受到呢一啲嘅觀念影響啦、操控啊、左右咗我哋嘅一啲嘅思想啊、舉動嘅，甚至會做出一啲咧好難解釋到嘅行為出嚟添。好啦，另一位嘅學者弗洛伊德咧就根據固執觀念啊，就發展出固着呢一個嘅講法，呢一種嘅學說，加入咗時間啦，更加精準去細分對症下藥啊。佢話我哋喺成長嘅過程裏面咧，因為各樣嘅刺激啦，就令到我哋冇辦法咧去擺脫出嚟啊，就停留咗喺某一個時段裏面嘅固執觀念，咁稱之為固着。以今集嘅個案為例啦，瑪麗過去各種嘅創傷啊，同埋打擊咧，都係影響咗佢咧日後啊，即係佢嘅生理期時候咧產生嘅各種解離啊，各種嘅症狀嘅固執觀念啦。而弗洛伊德就覺得每個人嘅性格啊、行為舉止啦，都會受到咧即係幼童時期啊一個成長階段嘅影響嘅。瑪麗對於佢生理期嘅觀念啊，仲有見到個婆婆跳樓啦，6歲時候咧話嗰個成面膿瘡嘅少女等等啦，因而產生咗咧固執觀念束縛住佢啊，形成咗佢喺唔同時期嘅固着。要完全啦醫好啊，完全咧從呢一個固執觀念釋放出嚟嘅話咧，就要從佢唔同時期嘅固着入手啦。所以最初楊內啊去醫呢一個瑪麗嘅時候啦，就由佢喺生理期嘅時候就着手，就發現咧原來因為佢對於生理期嘅觀念咧係覺得好羞恥啦，先咧解決咗佢呢一個固執觀念先。但係佢仲有第二啲嘅症狀噶嘛，例如佢有隻眼啊會到咁上下就睇唔到嘢啦，跟住啊佢對於血咧係好敏感，一見到血就好驚失控噶嘛。
咁所以楊內就要透過催眠咧，就去翻呢一個女仔唔同嘅歲數、唔同階段咧，睇下發生咩事。例如6歲嘅時候，佢見到咧，哇，即係入邊面爛晒，生到好多膿瘡嘅少女啦。咁即是話瑪麗喺6歲嘅時候咧，就產生咗一個固着喺度啦。佢就要幫佢咧喺6歲呢一個固着咧度釋放、解放翻佢出嚟，咁佢先至可以好翻。咁啊，再之後就喺另一個歲數咧，就見到個婆婆跳樓啦，就喺嗰個歲數嘅固着裏面咧，又幫佢咧解放翻、釋放翻出嚟，咁所以先至可以徹底完完全全咁樣醫好翻阿瑪麗嘅。好啦，到最尾咧，即係簡單少少啦。固執觀念咧係一種比較概括嘅觀念嚟嘅，固着咧就係再細分、再精準啲嘅注解，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啦。好啦，咁飛天爺爺咧都係時候咧再去研究下手頭上嘅資料，下一集同大家分享一啲其他嘅個案啊，其他嘅一啲嘅分析啊。